我飞机内底，哎呦，这只鸡菜市啊，咧炖煲汤的讲诶，我这门关掉。哎，莫对遐大力啦！我好野人呢，会堪要你安尼咧对。老爷，失礼啦！哎，老爷失礼，这意思么？我甲你嫌唔着。老爷，我毋是这意思啦，我较细个甲你对，安好无？安尼嘛，佮差不多。老爷，老爷哦，你哪安尼啦？你吼，你今仔日庄内吼，迄人吼，死甲遐尔可怜着，叫你甲救济一下，你也无通，互人伫外口吼等遐尔久着。哎，伊死关我什么代志啊？我著甲救济，也毋是我叫伊死啊啦。哎呦，老爷，你讲话哦，唔好讲我真正歹听着。咱当当吼是一个庄内吼有钱有名望的人啊，对无？摕一撮仔钱互伊尔，哪有算到有倒会去啦？哎呦，一撮仔钱，一仙钱就敢若我的命了哦。哎呦，老爷。免讲。参坐。哦，你叫我大家阮遮偷摕物件。弄啊呢？哪有啊？我唔是啊。参坐。啊，你遮。你遮啦。哎呀，你真好胆你啊！你敢来？哈？敢来甲阮遮偷掠过啊？无，这果唔是恁遮的，我伫菜市仔要煲汤的啊。菜市仔买的过会走来阮遮？啊，飞入来啊！免讲，甲摕啊！无啦，唔是啊。真好胆你。我菜市仔买的。老爷，你啊看咱的花拢去用害了啦。哎呦啊！这个花盆拢是我的命呢，迄花盆哦，一个拢开几落10两银买呢。对啊。哎呀，你真好胆你啊！安尼好，家己来送家门。是。老爷，即摆天落暗嘛，家门嘛关啊。后影吼，人已经下班啊吼。对啊。安尼好，来，甲抓入去茶房甲跪起来，明仔透早才抓来家门。无啦，是这。别讲。老爷，老爷，甲跪啊好哦。加趁一只鸡，用人添了煲汤。好啊！你这个老爷实在有够夭寿的。啊，不想讲这个天遮寒，啊无嘛讲摕一只被倒遮互我夹。佮明仔早起要叫我甲送去家门的啊！啊，准备我寒死啊！啊，这有虫啊啦，也无虫仔门啦。啊，无嘛讲一个点心互我食者烧烧咧，佮无，啊，准备我夭死。啊，等这无想这办法是要安怎着？等下，老板板。这个小囝昨暗关在遮，迄无枵死，伊嘛寒死。啊，若无寒死吼，较来甲送来家门吼，甲泡到甲拍死。好大胆，敢来我大喜上爱厝的偷摕物件，赶紧出来！是。来，我紧甲伊领出去。是。好走哈，老爷。啊，你昨暗开的车拢无去赶着？要赶去倒去啊！等你个看卖我穿这啊布衣伫咧，要寒，我就知影讲你甲规只只安怎要甲我寒死啊！布衣，布衣咯。做物个？你哪有即款的布衣？哦，真啊！这是安尼啊，这是阮祖先、阮祖公啊所放落来、所留落来。即个外价搭伫这无价之宝啦。人较早要甲阮阿公毋知要几千两银，阮阿公买卖啊，留到即摆就穿一这比你穿10粒棉被搁较少啊。喏，咱小问个吼，你贵姓？我做家规店啊。好，啊，你什么名？我大现象啊啦。看你形就知影有钱人啊。咱来参详一下。安怎？我要甲你送官府的代志吼，咱暂时莫讲。好，啊，你真正布衣送我，啊，我莫送你去官府。安尼有理哦。
无。哦，迄个代志，真正生遐尔啊价值，这无价之宝咧，安尼就你送无可能的代志，无可能的。这个过几日啦？哈？咱过来参详一下啦。好，安尼啦，莫讲你白送我，你真正保伊互我，啊，我500两银甲你买。这莫啦，你知影讲我的人哦爱收集这个古董的，对不对？吼，咱来做一个朋友咧。是讲吼，安尼拜托嘅啦。好啦，是讲你着你拜托啊吼，安尼啊，看起来你有那真有福气，爱收集古董，真正都有那古董，这全世界才真正尔啦。哎呀，安尼好啦，决定啊。真是的哦。哎，啊500两。好，赶紧去摕500两回来。好，较紧的啊。你莫爱腾起来。我就来腾。水你腾。你看嘛，对，唔好拍起家己。你看我内底无清，你看。哦。袂寒，这拢袂。这。你小可摕者，水哦，这是我腰。水。哎呦。你看，我甲穿这体给这等你看。来，这500两银。哦，不是，你小可摕者。好，我小清者。是。小清者，啊无万一若感冒。腾个足寒。哎呦，我你讲，你摕去啊，你袂去挂错哦。好，你看。这保伊。你几时？我做练成功啦。小甜的啦，小甜的。我你讲哦，明仔载吼，赶紧甲我准备车，我明仔载要出来请保伊来采瓜。老爷，即马是10月热天呢，落雪呢，会寒呢。你若遐戆啦，愈落雪愈好。安尼我真正保伊，唔知有通发挥一下。哎呦，我所有的古董内底吼，敢若真正上贵啊呢，全世界敢若我才一领尔。有够贵的。好，明仔载去采鸡，咱就规家都当做伊是痟，明仔载就好看。